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山呐、河巴、海海，都是人类好搞。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，体验真正的快乐。也可以出太到台湾本岛，还会去到离岛接受各种的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来完成，有的任务就要同别人共下合作了。在竞争同合作当中，考验大家的耐力、体力同智慧。来，共下来去搞哦！澳洲48點鐘，第三季決賽正式開始了。為咗愛公平，也30個決賽任務係大家忙實搞過嘅發通，有到幅度嘅，未有到腦袋嘅，也未係考驗大家對新事物嘅學習同適應力。Are you ready？ 我已經不用狠心，有毅力完成比賽，加油！我懂有自信、勇氣，我因為戰勝這個啊！創新熱情嘅我一起溫呀！建議共強從科技家，100個決賽，我一定會贏，加油！哈！我有決心一定會拿到冠軍，哈！前6強都自信滿滿，願意接受各種挑戰。第一關係跆拳道。好，手就握拳头，好贴在大腿旁边，好立正，敬礼。教练好。前面要敬礼，这样对教练是一种尊重。帮我坐下来。好，2只脚伸直，用你的手去扣住你的脚趾头。不行的就摸在你的脚前面就可以了。好，往前，然后头压低，1、2、3。看做男生通早就啲，有的人的見過一場貼片硬高呢。10。我们踢之前，我们要有礼貌，谢谢帮我们拿把的人。好，立正，敬礼。好，预备喊上声，上。好，1，上。很好。好，2，上。换，你跟他换位置。好，3，上。刚刚一开始是少轩踢我的把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还可以撑住。但是后面教练突然叫李佩轩来踢我的把，他当踢第一下的时候，我的手就快断了，超级痛。1、2、上。我就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跆拳道，只有同学在学，然后有时候会给我看一下而已。然后今天我有知道要来踢跆拳道，所以我今天有查一些资料。2只手跟人家换把。好，敬礼，换把。跆拳道係一個要求整體能力的運動，愛腳道、眼道、手道、心道，還個曉得控制重心。好，肯定就會進行2項比賽，有個人賽同團體賽，向下加油啦！4。踢力速度也係個人賽，用精準的儀器來看那得3人踢結果嘅。兩下來比，限停1分鐘內，踢到卡到到嘅得2分，另外1下得1分。準備開始咯！2、1，好，開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阿正一個腳力真勁當好，踢到貼片有節奏，有勢頭。就是呢，在踢的时候，我觉得前面要慢一点，因为要保留体力。然后呢，后面再整个冲，然后呢，把可能原本落后就用那个冲的把它补回来。34，男生上，男生多1分哦。好，还有15秒。收。对准，累了可以换脚。3、2、1，到了。過來係阿小賢踢卡腳，得2分。加油！不要太緊張，不要看分數，就專注踢你的就好了。分數最後再看。對。開始。踢，用力！踢準，還是要踢準一點。你先，快點！
就是没有很快，也没有很准，然后也没有很狠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可以再加强。2秒、1秒，好到了。恭喜阿玉心得到2分。我踢23而已，因为一开始好多下都没有踢准，所以就失了很多分。然后下午的还有中午的，可以继续加油，反败为胜。加油，金乐！加油，你！第3組係動過運動嘅阿健樂，韓國亞季下後表現得動讚嘅阿寶瑞，問言不贏呢。還就10秒咯，快點，40了，超過他了，阿英沒了，平手。竟然打平高，恭喜阿寶瑞同阿健樂各得2分。接下來愛進行跆拳道天二項嘅團體賽。1、2、3，立田呢，一組有6個圓田呢，連定用單腳跳，同6個田呢立到目標度向，先條完成呢一組得3分，另外一組得1分。对，好，這裡，好，轉過去面對角色。博瑞加油！把脚椎放好。慢套圈圈其实我们主要是训练他们的肌耐力，包含他们这个跳的节奏啊，然后踢的这个肌肉的延长性。其实小朋友在还没训练的时候，他们的肌耐力其实都比较差一点点，在配合一些简单的训练上面，他们的肌耐力会越来越的提升，所以他们其实以他们还没有练过跆拳道来说，表现其实已经算得非常好了。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矮，对，本身我就有点障碍，然后加上我的脚有点不太灵光，虽然我要单脚跳我是可以，对，因为脚不太灵光，所以就会一直卡到。脚踢踢看，不能把脚椎放好，你后面的人会比较好丢。冇想到愛老田呢，立落去冇按過呢。一個挑戰主要係愛考驗腳嘅肌耐力同控制力。田呢跌踢咧，咩冇你做，愛繼續加油哦！快點，腳踢一半，恭喜阿健樂、阿皮賢、阿玉心清閒完成得到3分，阿小賢、阿寶瑞、阿正義得到1分。Hello， 你们好。豆子好。你们看到这个是桌上型的冰壶游戏。你们知道冰壶从哪个国家来吗？知道，它是从苏格兰来的一項運動。接下來嘅演舞啊，可能當到觀眾都係頭一擺看到呵。我來挑戰踢板冰壺。喺比賽開始以前，請先愛啲冰壺運動係用嘅算分。2歲老虎嘅做輕鬆出去過後，那歲虎嘅輕點重心就贏嘅。分數係看贏嘅嘅歲比另外一歲含較減重心嘅虎嘅有幾多隻，就得幾多分。像亞種圖項，風吹有3個虎嘅比藍翠所有嘅虎嘅都減重心，故所風吹也扣得3分。雖然藍翠有較多嘅虎嘅單入得分範圍，唔過冇得分。另外是愛某啲有效範圍內嘅虎誒，都會幫你拿出寵愛喲。在冰壺在打的過程中啊，第一個就是你的專注力要非常夠，專注力。那再來就是你的思想，你怎麼樣去把我的分數弄得更多？壺這個提把彎曲就是朝前面，然後再來就是你要學習控制我們手部的力道，還有你的專注力，我要怎麼把這個壺
放在圈圈里，在圈圈里面它就有算分数，那你就要开始动你的脑袋，我把它的弧撞走比较好嘞，还是我要去下，我这个弧要放在哪一个位置会更好？本副运动要同时注重技巧同策略，大家了解过後就會開始比賽了。本副大戰，總共比5曲，作項本副2曲，鐵板本副3曲，5曲總分就係亞項挑戰的分數，大家要3萬得分哦。每个都要握，多指教，对，多指教。打之前，这个一个很好的沟通，不用自己队友啦。结束也要，好，队长是谁？举手。好，这个重德大任就靠你们2个啦。就是主要是把别人的东西，就是他们的冰壶打掉。然后因为打掉的时候，它会往回弹一点，所以就尽可能把别人在中心附近的冰壶打掉，然后自己可以进去。第一颗的时候，我先把它打过防守线就好，不一定要进到圈圈里面。然后后面开始就可以开始追分，这就是我的策略。对。尽量可以打到这。啊，如果没办法。好，换一个。好球，对，蓝色有气势喽，绿色要加油喽。把这个打掉。所以不是重点。在这边去拍。重点是要玩出这种绅士、女士的那种。想一下哦。本副运動嘅技巧要抓住到其他力同方向，策略項要想辦法同對方嘅副位擋底，也係自家先衝到地動岸嘅位嘅，希望就會盡量同別人嘅副位衝出去，一定都要用頭腦哦。所以這一局是1-0，剛剛失誤了，對不對？對，要給隊友鼓勵鼓勵。恭喜綠翠清先第1分。接下來前面那防守線。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些球控制的不好，然后呢，可能就会离想象中的有点远，然后呢，就会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计划，就是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的壶有8顆，有8次机会，一定可以的。现在蓝色是输的、啊。没關係，那你就盡量往中間，不要太輕，也不要太重。哇！阿健樂有隻副位送到中心，真然係盲到前面唔點啊，啥不樣呢？哎呀呀！可以，你最起碼就有4分了。阿正伊老七個吹劍中心嘅副位都衝出去嘅，你吹會得到亞球嘅分數呢？很好。中間打掉就贏，準不準？恭喜阿正伊成功留藍吹嘅副位打出去，黃吹得到1分。沙甸and愛溫從體內比賽挑戰真正嘅鐵板本副了。然后你就要负责把它刷到旁边去。对，你们要听队长的指令，听完然后再下会比较好。队长是一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因为他带领着队员，叫他要打哪里。然后呢，这也是一个团队合作，因为呢，就算前面丢的再好，后面全部出界，然后别人虽然每一球都打得很烂，但是推进一点点，推进一点点，最后他们还是能赢的。哇，准啊！
就1比0，1比0。恭喜王翠到第3曲又再个得到1分。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因为我们跟那个另外一队就是一直打成平手的状态，然后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会就是我们的准度，然后力道，然后我们要策略，我们把人家撞出去的这种感觉。哇，够力强！恭喜绿翠到第4曲亲密1个符的友好的表现，得到1分。也下两翠的比数是2比2，顺到第5曲奈翠会赢咯，真紧张呢。势均力敌哦，现在是红色的胡还是赢？漂亮漂亮！漂亮！哦，最后一颗。加油！打中间，一定打中间。哇，抗压力很好，很稳。往这边进来。在圈圈里面有什么颜色？只有黄色，所以黄色就2分咯。亲密1曲，两翠都发挥实力当油帮水，亲密总算绿翠得到2分。我们最后有抓到那种诀窍，就是要准度，还要控制力量，然后你要找对点，要把别人撞开，还是防守，还是进攻，就是要了解一点，然后运气也好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就赢了。结束的目睹的2项发通，沙定另外进行下年的任务，未系也得成员头一摆接触的骑马的。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会常常幻想着自己骑在马上成为英勇战士的样子，所以今天让我十分兴奋，就是因为我们会来到马场来骑马。学会骑马的以前，要先了解马的性。马的视线范围大狹，千万莫对马的四背后行啊个，会吓到马的，佢就會亂踢咯。馬嘅因為經起定動開，後腳接上會連定休息。還有認識馬嘅實力東西，馬邊嘅用途，也都愛當認真來學習啵。等下都會來問大家。我們要騎馬的時候，我們要準備哪一些裝備？馬鞍、汗墊，還有一個呢？牽繩。所以我們會先鋪上了一個汗墊，汗墊準備好了，平衡墊準備好了，接下來就是什麼？馬鞍。馬鞍安裝完畢，而接下來上馬、下馬。有沒有人騎過馬？沒有。好，一下就來學用嘅匹馬、上下馬嘅、騎馬嘅，還會考大家同馬嘅有關嘅知識咯。大家都學到差唔多嘅，準備來開始接受挑戰啦。匹馬同騎馬嘅，大家連定騎馬嘅通過 A、B、C 3點 ，A 點匹馬 ，B 點同 C 點冇問題。過一關得1分，請腳轉到 A 點再個加1分。係講要做查通走就會扣分哦。來，綠隊的小朋友比賽開始。綠水先開始接受挑戰。來，第2樣平衡墊，馬鞍。哇，好重！好重，來加力，幫忙，另外一個幫忙。來，加來。我觉得我用到它了，用力，快加，往上去，好，走，好加好了沒？好，來，往下一站，前面的人帶好。往那邊，不要，往那邊。帶馬的人再往前走。往前，一直往前就好，先沒有看他，待會兒要搞過來那邊。小馬兒加油！
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你先站起来。OK， 好，往下趴，往下，好。压根。好。停。头，加个头。答对了。六岁总共花8分18秒，顺势通过3关得3分。不过有人到马的400米行啊个，韩国下来加下方向唔错，总共扣2分。再过来看下王翠嘅表现。来，黄队比赛开始。第一个慢点，慢点到位。第二个平衡点，马鞍要同心协力哦，才有办法拿上来哦。加油加油！3，没有正。下马注意，下马注意。好 ，up，very good， 下来，我来帮你。好，1、2、3，下去。好，赶紧。好，哪个鞭子是做竞速的？竞速，冲边呢？冲边呢 ？Yes。好，谁要上？稳稳的。有兰花。OK， 好。蛋白质。開麥。恭喜王翠搶快5分44秒做客家加1分，通過3關加3分。不過未有人對馬的400米行啊個互數扣1分。亞項任務6歲得1分，王翠得3分。6歲唔好失望 ，NTP 提供一個加分題，係馬雞腦，下個禮拜再個通過哦。先來進行客家考驗啦。係見錄。見本年係結束嘅條日，唔會見咗麼？我冇馬會，我有實力。我一切如唔地有，本府也做運動。你咩係？原來啱好個。兩位係我體外體埋，正經咁好搞。我本來有點咩驚，後來我發現馬嘅其實都穩順。經過14個挑戰，大家嘅表達能力都有進步。前面愛問大家，自家面對鏡頭講出自家嘅心得感想，講嘅清好，請感動人嘅加1分。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就是跟馬變成好朋友，因為剛開始的時候馬不認識你，你也不認識馬。恭喜阿小賢同阿寶瑞得到加1分。還有跟馬就是暴動。目前嘅積分，阿健樂搶是2線，大家都搶所爭1-2分呢。接下來嘅比賽要繼續打拼哦。下個禮拜除咗騎馬嘅貼片加分任務以外，還會希望我一個好教嘅素材哦。聽得聽下來去教哦。這樣的話，讓全台灣的人都知道，有一隻馬在這裡表現得很好，讓我拿到冠軍。好，乖。